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2，诗篇第4篇第8节安尼讲：我要安然倒地困，因为只有耶和华，你互我安稳徛起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安稳徛起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坚固的石盘，是阮危急时的避难所，是阮逐时逐刻的帮站。你是保护阮的关台，也是阮拄着对敌刀剑攻击的时，保护阮的盾牌。因为你正做阮的倚靠，阮就无惊灾害，也要通安然自在。主啊，虽然人生的境遇亲像大水野涌哗哗吼，生活中的困难亲像大山坠落，要未喘气。在艰难中，阮无法度得到安息，总是你应允阮，今仔倚靠你，就要互阮通安然倒地困，因为只有你要互阮通安稳徛起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应允咱，今仔咱专心倚靠伊的，就要互咱每一天通安然倒地困，也互咱伫伊内面通安稳徛起。愿主时刻保护看顾你，甲你三个伫地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